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今年5月26號嘅 Bank Holiday 咧，我要返工，咁咧就可以調另外一日放假喎。而我舊年咧就已經想去波羅的海㗎啦，咁今次咧又有價，見到來回機票咧只係43磅啫，咁所以咧就決定買機票咧嚟一趟小旅行。咁波羅的海三小國咧係位於歐洲東北部波羅的海嘅沿岸啦，咁由南到北咧就分別為立陶宛、拉脫維亞、愛沙尼亞。咁我之前咧就去北歐睇極光嘅時候咧，就已經去咗愛沙尼亞，咁所以今次咧就會係去埋其餘嗰兩個國家嘅。咁我先飛去 Vilnius 啦，咁佢係立陶宛嘅首都，咁舊城區咧都係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嘅。咁因為幾個世紀落嚟啦，就受到各種外來文化同埋侵略嘅影響咧，咁就令到佢係有好多唔同風格嘅建築物咧係保留落嚟嘅。咁當中就包括有哥德式啦、文藝復興式啦、巴洛克式同埋呢個新古典主義嘅。個咧就係舊城區嘅入口黎明之門啦。咁佢2樓咧有個聖母瑪利亞嘅小禮拜堂嘅，咁樓下咧就係可以直通去呢個聖德雷莎教堂嘅。咁教堂咧一早喺1650年嘅時候咧就已經存在㗎啦。咁最初咧就係一個木造嘅教堂，後來咧就經過多次嘅毀壞啦同埋修復，咁最後咧先成為而家呢個巴洛克式嘅羅馬天主教教堂嘅。咁中殿咧就係標準嘅3通道連接去後方嘅圓頂結構嘅。咁繼續向前行冇幾耐咧，就會到右手邊呢個聖靈教堂啦。咁聖靈教堂係立陶宛主要嘅東正教堂啦。咁佢外觀係呢個巴洛克式風格嘅，而內部嘅裝飾咧就係呢個洛可可式風格。咁教堂內邊咧就係有呢個好鮮豔華麗嘅綠色主祭壇啦，同埋呢個圓頂天花板咧都係非常值得去欣賞嘅。咁呢個咧就係立陶宛嘅國家愛樂協會嚟嘅。而轉入去穿過呢個巴西里門咧，就會嚟到聖三一教堂㗎啦。咁佢最早咧亦都係個木造嘅東正教教堂啦。咁慢慢咧就成為咗呢個羅馬天主教式嘅修道院嘅。咁之後喺19世紀咧就俾俄羅斯分割之後咧，就又改咗用呢個拜占庭式嘅風格咧嘅建築去取代嘅。咁教堂內部咧就好寬敞啦，但相對簡單。咁地面部分就有啲鋪地氈啦，有啲就水泥地嘅。咁甚至乎有唔少嘅區域嘅牆面咧，都仲係呢個未粉刷嘅狀態嘅。咁繼續向前行咧，就嚟到呢座聖海西米爾教堂啦。咁教堂咧就係為咗紀念呢個立陶宛嘅守護神啦，咁卡西米爾王子而設嘅。咁係立陶宛嘅第一個巴洛克式教堂，咁佢外觀咧同時都係兼有呢個哥德式同埋文藝復興嘅特色嘅。咁跟住咧就嚟到呢個市政廳啦，而市政廳嘅前方嘅廣場咧，聽講喺幾百年前咧係個露天刑場嘅。咁喺附近嘅呢個3十字架咧，咁都係紀念有3位聖人咧係喺呢度殉道嘅。跟住咧就亂咁行啦，就行咗呢一條街。咁呢度咧就有好多特色嘅鋪頭同埋餐館嘅。咁跟住咧就會行到見到呢個Vilnius 嘅大學啦。咁入去行咗個圈，咁大學咧就成立於1579年嘅，係東歐最古老嘅大學之一，亦都係波羅的海3個國家最古老嘅大學嘅。咁裏邊有12個學系啦，同埋有大概23000名學生嘅。而裏邊咧就有呢一個小教堂，咁係1426年咧所建立嘅聖若望教堂嘅。咁跟住呢個咧就係聖尼可拉斯嘅東正教堂。落嚟向東行咧，就會見到呢一小段嘅灰色牆啦。咁就係稱之為呢個文學街嘅。咁呢個係2008年啦，一班藝術家咧就為咗紀念曾經居住喺呢條街上面嘅19世紀詩人，將創作品裝飾咧就掛喺呢埲牆上面嘅。咁當中包括就係以金屬啦、木材啦、玻璃等去作出嘅一啲匾牌啦。咁每項作品咧都係同文學家係息息相關嘅，咁就成為咗咧文學街嘅特色嘅。咁就喺2009年嘅時候咧，咁 Vilnius 咧係被指定為當年度嘅歐洲文化之都添。沿住文學街行到尾咧，咁就一間可以免費參觀嘅琥珀博物館啦。咁裏邊主要有2層啦，咁1樓咧
展示出就係各種琥珀相關嘅手工藝品嘅，咁係可以購買嘅。咁而地下室咧就係説明琥珀嘅形成啊，同埋一啲考古嘅相關知識。咁亦都包括咗好多昆蟲啊、爬蟲類等等嘅一啲珍貴嘅琥珀嘅。咁跟住咧就嚟到聖安妮教堂啦。講嘅外牆咧係用咗33種唔同嘅泥土磚，同埋塗上呢個紅色去砌成嘅。咁佢係建於1495至1500年嘅。複雜精緻嘅哥德式設計咧，就令到教堂咧就成為 Vilnius 最靚，亦都係最著名嘅一個建築物嘅。咁據講咧，就拿破崙喺1812年法俄戰爭嘅時候見到呢座教堂咧，就因為太靚咧，係想將佢放喺手掌心帶翻巴黎添。咁教堂裏邊咧就係呢個巴洛克式風格嘅。咁之後一路行過咗條河咧，就會嚟到呢個對岸共和國啦。咁喺蘇聯統治期間呢，呢度係被嚴重忽略嘅，咁亦都係曾經係城市裏邊咧係最貧窮嘅地方，咁所以就吸引咗唔少藝術家啦，同埋工匠喺呢度從事藝術創作嘅。咁喺1998年嘅4月1號啦，愚人節嘅時候咧，咁佢嗰個區咧就自行宣布獨立嘅，咁就擁有自己嘅國旗啊、憲法、總統、主教等等嘅。咁非常之有趣嘅咧，就係呢度有一個咁嘅憲法牆嘅，咁牆上面咧就係用咗20種唔同嘅文字去寫嘅41條憲法牌咯。咁內容都係非常之有趣嘅，咁甚至乎提到狗都有狗嘅權利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中文同埋英文嘅版本啦。而呢個咧就係對岸天使嘅像啦。咁喺2002年4月4號咧就喺對岸共和國嘅中央廣場揭幕嘅一個天使雕像，係象徵該區嘅藝術自由嘅復興嘅。咁而喺呢個舊城區同埋呢個對岸共和國接連嘅一個橋嘅旁邊咧，就可以見到呢座有啲童話故事中城堡嘅聖母大教堂啦。咁佢係 Vilnius 最古老嘅基督教會之一啦。咁後來咧就成為咗呢個立陶宛東正教嘅主要避難所，而喺1808年咧就又賣咗俾去 Vilnius 嘅大學嘅，咁作為圖書館啊、兵營同埋倉庫之用嘅。咁而家嘅樣貌已經係改建出嚟嘅一個新古典主義風格。咁如果有機會入去裏邊咧，咁裏邊都有好多嘅壁畫去值得一睇嘅。咁最後咧就嚟到呢個主教座堂啦。咁係 Vilnius 最重要嘅羅馬天主教教堂啦。咁係位於老城區嘅中心嘅。咁教堂裏邊咧有11座嘅禮拜堂，咁同埋咧就埋葬咗好多立陶宛同埋波蘭歷史上一啲著名嘅人物嘅。咁亦都包括過去嘅一個主保聖人。咁喺基督教進入立陶宛之前咧，呢度係供奉呢個立陶宛神話當中嘅雷神嘅神殿嘅。咁喺1251年咧，當時嘅國王咧，咁佢就受洗歸依基督教之後咧，就喺呢度做咗一個木造教堂，咁同埋邀請咗一位主教嚟呢度嘅。咁教堂咧就喺個國王死咗之後咧，就好快又變翻原本嘅神殿嘅。咁直至到14世紀嘅時候咧，立陶宛正式進入呢個基督教世界之後咧，先起咗第一座嘅哥德式嘅教堂嘅。咁隨住時代嘅演變啊、重建啊，咁教會都經歷咗係哥德式啦、文藝復興式、巴洛克風格嘅洗禮。咁到而家見到嘅呢個新古典主義嘅外觀嘅，咁係18世紀之後先完成嘅。第二日咧就一早搭火車去 Kaunas 啦，咁距離 Vilnius 咧只係1個半鐘嘅車程嘅啫。咁 Kaunas 咧係立陶宛嘅第2大城市啦，咁佢曾經咧係被選為2022年嘅歐洲文化之都。咁我落咗車之後咧，就行去舊城區啦，大約係45分鐘嘅路程，咁就嚟到呢一個主座教堂。咁佢係起喺1642年嘅啦，咁係 Kaunas 最古老嘅教堂，亦都係立陶宛咧最大嘅天主教堂，係立陶宛唯一唔係十字架形狀設計嘅哥德式教堂。咁佢外表雖然咧就冇乜特別，但係裏邊咧係擁有9個獨立嘅祭壇，同埋呢個巴洛克風格嘅主祭堂咧，就係個中心焦點嚟嘅。喺舊城區咧，沿住呢個自由大道咧，一直行到尾就會嚟到呢個聖尼亞爾總領天使教堂嘅。咁佢係喺1891年啦，係一個羅馬嘅天主教堂。咁但係咧，佢嘅設計咧就係以呢個新拜占庭式嘅風格嘅。對面咧就有多幅嘅油畫啦，咁包括咗呢個14苦路嘅。咁感覺咧都係充滿住呢個藝術嘅氣息，咁我都覺得幾特別嘅。之後咧就嚟到呢個耶穌復活教堂啦。
咁佢係起喺呢個2004到2005年之間嘅，係一座現代嘅建築。咁而呢座教堂咧，亦都係波羅的海三國最大嘅巴西里卡式教堂。咁呢度咧仲有一個魔鬼博物館嘅，咁係搜集咗世界各地對魔鬼嘅形象同埋一啲詮釋。咁雖然我覺得都幾特別，咁但係因為我要趕火車咧，就冇時間參觀。咁喺 Kaunas 短短咧留咗3個鐘咧，就搭車去下一站修女啦。咁係立陶宛嘅第4大城市啦。咁嚟呢度嘅原因咧，係因為要去呢個十字架山嘅。咁山上面咧係承載住咧至少有20萬個十字架嘅。咁座山嘅起源就不明嘅。咁但係文獻上嘅記錄咧，最早咧係可以追溯到去14世紀。咁山上咧本來有一座城堡嘅，之後咧就俾呢個德意志條頓騎士團咧就去摧毀咗。咁喺1800年嘅中期開始啦，咁就陸續有人咧開始喺城堡嘅遺址上面咧去樹立呢啲十字架。而喺歲月嘅洪流裏邊咧，十字架山咧就經歷咗中世紀日耳曼十字軍東征啦。19世紀立陶宛人去反抗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起義，咁當時啲人呢，就係去擺放十字架咧，係用嚟去懷緬一啲過咗身而揾唔到屍體嘅人嘅。咁一戰之後咧，就成為立陶宛獨立戰爭時期咧失去親人而悼念同埋一個祈禱嘅地方。咁但係喺1944年到1990年之間咧，反蘇聯時期咧，因為蘇聯就去鎮壓呢個東歐嘅基督徒啦。咁成個十字架嘅山咧都係被夷平嘅，咁就燒毀咗好多嘅木製十字架，咁就將金屬啊、石製嘅十字架都報廢咗嘅。而十字架山咧係自對逝去嘅屋企人嘅追悼啦，轉移到咧呢個對宗教和平嘅渴望嘅，同埋去戰勝暗黑勢力嘅極權嘅祈願。咁即使咧蘇聯喺20世紀咧多次去破壞同埋剷除啦，咁但係咧好快咧又被一座座嘅十字架咧去樹立去復及咗嘅。咁喺1993年咧，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咧就嚟到呢個十字架山去參訪嘅，咁就喺呢一個咁象徵意義嘅地方去祈願。呢度咧都係立陶宛人對反戰、反抗、反極霸權嘅同埋對和平嘅嚮往嘅一個地方咯。咁雖然要花唔少時間咧，係特登搭車嚟到十字架山，咁但係咧呢個地方都係幾特別嘅，咁我都覺得係值得喺呢度咧去感受一下。晨4點鐘咧，我就搭巴士去拉脫維亞啦。咁3個車程咧就嚟到呢個首都里加。咁拉脫維亞係位於波羅的海三小國嘅中間啦。咁而首都里加咧更加係三小國嘅交通樞紐嘅。咁佢除咗係最大嘅首都之外咧，同時亦都係歐洲以至到全球去波羅的海三小國嘅主要城市嘅。咁車站隔離咧就係里加嘅中央市場，咁呢個咧亦都係歐洲最大嘅市場之一，咁係由幾個飛機庫改建而成嘅。而入咗舊城區咧，就嚟到呢個市政廳，咁門口咧仲有一個大型嘅金屬鎖匙嘅，係2011年嘅時候咧就收集咗超過5萬個市民嘅鎖匙，而造成呢一個大嘅里加鎖匙嘅。咁市政廳廣場咧，亦都因為係有呢個羅蘭雕像啦，咁黑人投資屋呢啲咁嘅著名景點嘅。咁跟住咧就嚟到呢個火藥塔啦，咁佢係由14世紀就起咗噶啦，而喺後期嘅瑞典大軍嘅攻防大戰之下咧就受到摧毀，咁跟住就係喺1650年嘅加強之下咧，咁佢個防禦功能咧一直都保存到而家嘅。咁裏邊咧亦都有一個拉脫維亞嘅戰爭博物館啦。咁博物館唔單止係介紹咗十字軍啦、波蘭、瑞典等唔同王朝嘅統治史之外咧，咁同時亦都係記錄咗由一戰到呢個蘇聯時期嘅兵器收藏，甚至乎連近期嘅烏俄戰爭咧，亦都係展覽嘅一部分嘅。咁喺頂層最後一個部分咧係俾人留意，而當中咧亦都有支持香港嘅留言。咁跟住附近咧就係有呢個瑞典門啦，咁佢曾經咧係拉脫維亞係俾瑞典王朝統治，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當時嘅防禦城牆嘅一部分。咁喺舊城區嘅裏邊咧都有唔同嘅建築物啦、教堂同埋啲景點嘅，咁但係同 Vilnius 嘅感覺咧係唔同嘅。後一日咧，我就去咗里加嘅露天博物館啦。咁博物館咧就展出咗自拉脫維亞各地嘅大約120座嘅歷史建築啦。咁包括咗係唔同嘅地區同埋民族嘅。咁露天博物館嘅建築咧，主要都係為農民啦、工匠
漁民嘅農莊，咁其中咧亦都係展示出咧各種物品嘅，例如家用工具啦，或者佢哋做嘢嘅工具同埋家私。咁呢啲物品咧同歷史建築咧係互相結合，咁展現咗咧嗰個時代同埋昔日嗰個風貌嘅，咁係令到遊客咧可以感受到咧拉脫維亞以前嘅啲鄉村風光。咁呢個博物館咧，其實網上面係冇乜人提及嘅，咁係一個當地人推薦我去啦。咁係因為咧咁啱嗰個星期嘅6日咧，就有一個全年最盛大嘅傳統工藝品博覽會嘅。咁當中咧係有超過500個攤位，咁有食物啦、飾品啦、衣服啦、花藝啦、天然護膚品等等，咁產品咧係應有盡有嘅，而且都係標榜住呢個天然有機或者係手做，咁好多當地人咧都係嚟到呢度咧，人頭湧湧嘅。咁快咧就完咗我4日 full day 嘅行程啦。咁雖然好多人咧對波羅的海三小國就唔係太認識啦，咁但係我都覺得幾值得嚟旅遊嘅。咁尤其是咧立陶宛嘅感覺都幾舒服，而且物價亦都相對低嘅。咁最後咧就同大家分享3樣咧嚟到要試嘅一啲食物嘅。咁第一咧就係拉脫維亞嘅經典零食啦。咁呢個咧係朱古力包住裏邊呢一啲嘅酸奶啦，同埋 cheese 餡嚟嘅。咁食落咧好似少少雪糕嘅感覺嘅。咁當地人咧通常都會喺早餐嘅時候就嚟一包，咁我覺得咧係幾好味嘅。第二咧就係一個肥豬肉，咁我個人就唔係好肥肉嘅，咁但係當地人俾我試咗之後，我覺得幾好食，因為佢特別之處咧係佢會用調味料去醃製，佢唔係油炸嘅，咁所以食落去呢，一啲油膩感都冇，反而咧就好 creamy，咁係可以配麵包一齊食嘅。咁第三咧就係朱古力啦。咁立陶宛同埋拉脫維亞咧各自都有自己嘅出名嘅品牌啦。咁 Ruta 咧就係立陶宛嘅百年國寶級朱古力品牌嚟嘅。咁佢除咗有自己嘅專門店之外咧，咁喺修女咧仲有自家嘅朱古力博物館。咁而拉脫維亞出名嘅品牌咧就有呢個拉瑪嘅。今次就講住咁多啦，咁大家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。咁你哋亦都可以隨時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。下集見啦，拜拜。